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美。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失踪的 F-16战机。今日是战机伫花莲外海失踪的第5天，空军站已经证实完成乌鸦信号的定位。不过因为深度超过1000公尺，加上海底水流伤过强，探测机甲海底摄影机是真歹操作，会当甲海上登好，就会落超吹甲战机浮起来。 伫记者会展示，甲17失联飞官蒋正志上校所在 F-16战机同款的乌鸦，虽然已经过黄金72点钟久，搜救的行动也是无停。空军司令向护机日证实已经侦测到乌鸦的信号。光点消失处在东北方约1里，也就是我们花莲机场在洞6洞方位9里这个位置，深度约1000余公尺，确切的侦获到飞机失事残存记录器。 TSFDR， 也就是我们的黑盒子这个信号。乌鸦的信号是先由民间的探测船奥黛丽斯号伫昨早起测到，空军派飞机伫咧当地海域等浮标定位，已经掌握水下确实的位置。不过，昨花莲海象无好，暂时还阁无法度落去河。花莲已经开始在下大雨，外面的海象其实的确对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执行的任务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弃。 后面天气海象许可的时候，我们还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搜救的能力呢，资源全部投入。未来我们将采取声呐以及听音器，掌握我们的标定的位置。我们会启用水下摄影机确认物件，属实的话，则由我们机械手臂或吊载的方式来取回我们的黑盒子。军方强调，下北啊测试了后，乌鸦前30天发出信号的黄金期，只要海上会动就会落去河。 因若停飞台检的 F-16战机，会伫23规划复飞计划，但计划核定无安全顾虑，月底才会开始正常训练。记者综合报道。金马奖是对所有做戏演员的肯定，伫戏内顶拼几60天，81岁的演员陈淑芳昨一暝就摕到最佳女主角甲最佳女配角2项大奖。因若是影帝是颁予亲爱的房客莫祖仪。 剧情短片是《消失的情人节》得奖，《消失的情人节》这个影片，昨暝拢总摕到5项大奖，是着上侪奖的团队。妈妈，亲爱的房客陈淑芳。第5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日进行，81岁演员陈淑芳演戏63档，第一遍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加最佳电影歌曲。 并且以高美加亲爱房客摕到最佳女主角加女配角双大奖，是摕过这2个奖年纪上大，也是第一遍有人甲这2个奖做伙包回去。我是国立医专没有毕业的第1届，但是他叫我演戏，一定要放掉自己，进入第3自我。我把这几部戏呢。 就好好的来演。甲陈淑芳伫咧《亲爱房客》内面演对手戏的莫祖仪，伫第1轮的票选就以战术分明的演技领先其他对手，摕到影帝。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并不代表我是最优秀的演员，而是因为有你们的启发、你们的滋养，以及剧组共同的努力，加上一点点的运气，所以我现在才能拿到这个奖。所以谢谢你们。 电影《消失的情人节》伫这届金马奖摕到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剪辑5项大奖。终身成就奖是颁予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导演侯孝贤，大会特别安排日本的导演四之愈合做演员，也邀请后道几多年来合作的班底做人上台。后道摕到这个奖，心情正激动和感谢。 所以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这群也真的我们也是获得不少啊，因为这种关系、这种情感，然后对电影的一种坚持，整个人都是气在那上头。 受到疫情影响，国际各大影展甲真侪颁奖活动拢被迫喊停。金马奖主席李安讲，真侪入围的人拢愿意接受14天的隔离，只干为着要参加一年一遍的金马奖。在疫情下，另外会当办实体颁奖典礼，提出这么好的成绩，可以感到真骄傲。
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东北风减弱，各地是恢复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日时各地温度回升，西部部上悬会当到30度，中南部32度。不过到暗时，东北风搁再增强，温度上低干那20度。东半部甲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低阵雨，其中宜兰甲花东地区要注意局部大雨。这波东北风会一直到拜2、拜3甲拜4天气才较好。不过天气好无2天，拜5就有东北风来啊，影响温度甲落雨情形。最近天气变化真紧，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花莲的海岸山尾有真侪溪流，不过因为要做水土保持，起真侪红毛土工程，所以也影响到生态。所以花莲县政府甲林务局合作，伫丰滨乡进行改善工程，希望互鱼仔甲虾仔会当顺利回流到顶游。大埔岸溪是丰滨乡新社村靠北边一条独立溪流，为1990年开始，常常被土石流威胁。花莲县政府伫2000年伫烟花起180个古成岗，因为这环乡的红毛土建设也改变栖地结构，阻断鱼虾回流，亲像落毛毛虾，即马拢真少看到。一些固床工横向构造物，它几乎是阻断了这些活有生物，它可以上溯。它不管是上去回到生长的地方，还是回去产卵的地方，它其实都是需要一条畅通的河道，它才有办法完成它整个生命周期。为恢复生态，花莲县政府、花莲林管处、水保局也有东华大学，伫今年3月开始甲在地组成沟通，先以这条溪做试验对象，拆除烟花古成岗，降价换300，互鱼虾用回游。最靠近出海口的这一支固船工哦，它当初是整个把这个大半溪给挡住了。那这个部分呢，大家讨论之后是认为要把它做一个拆除。那接下来的大概有9支的固船工哦，我们就先把它从中间1/3的地方，我们把它下降30到50公分，让整个固船工的高度在中央的部分、中间的部分不会这么高。经过修改，大埔岸溪烟花也用天然石头取代以前的红毛土，整体工程完工了后，交由花莲绿网团队进行水效成分检测甲评估，确实成效未歹。东海岸其他独立溪流也得到改善，达到环境良好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中国时报》，今年的雨落无介济，水库的欠水量无乐观。嘉义台南10八已经开始明示减压降水，根据气象局的预测，一直到明年初雨可能也是落袂介济。嘉南平原明年春天早冬的场啊，停起来几率是真悬。接落来看《自由时报》，台中捷运绿线16才开始试营运，张所传出系统故障，高铁台中站信号无正常，长电停驶点外钟。检查了后发现故障的所在是重大故障，决定对今仔日开始暂停试营运。上尾来看《联合报》，手道游行今仔日下晡举行，主要的诉求是反美国正肉精的猪肉，反上定标准，反中国统治。另外，国民党也提出公投着北大选，阁有反美国猪肉进口这2项公投案。中选会张决议，咱来看详细报道。明天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呼吁国民党员日一定要行出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日一参加新北市党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过，国民党提出的公投北大选，加反莱克多巴胺猪肉2项公投，和中选会决议会限车提案领衔人限期保证，和江启臣真不满，批评根本是刁难。中选会不应该做内容的审查，它只能做形式的审查。所以你今天在刑事程序上刁难我们，那其实就代表你只想没收公投。我们请他就这个部分呢，来配合公投法第2条第2项第3款重大政策的一个赋予要件，也要来做一些必要的厘清补正。因为莱克多巴胺猪肉甲网军这事件，媒体追问民进党政府这阵民调降低，是不是讨厌民进党的气氛真强，有利国民党？江启臣也顺势搁再呼吁民众，日行上街路表达不满的心声。你要让人民在寒冬或者风雨中上街头，你自己讲过，做总统的应该要感到惭愧。总统明天会上街头，会走完全程吗？如果全程不太长的话。
因为国民党的推动宣传，秋到主办单位估计日会有3万人参加活动。主办单位强调，游行除了大化，要求总统蔡英文撤回开放莱克多巴胺猪肉行政命令，也诉求苏瑞谷总时落台表示负责。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尊重人民言论集会游行的自由。记者自鸿报道。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摇在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58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3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无增加病例，目前是611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5500多万例，香港5500多例，日本超过1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较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200万例，印度超过900万例，巴西超过600万例。欧洲的方面，法国超过216万例，西班牙超过158万例。全世界新冠疫情上界吃力的美国，病例超过1200万例。这日连美国总统 Trump 的大汉后生也确定治病，为了防止疫情愈传愈严重，开始有州政府下令宵禁。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已经累积过1560万的病人，死亡人数超过134万人。疫情上严重的美国累计病人超过1200万人。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后生嘛，伫20确诊胃肠病毒。虽然即马小川普无发病镜头，也毋过有缘进行居家隔离。疫情拖真紧的加州19宣布，为2月开始1个月要实施宵禁。We typically close at midnight on Fridays and Saturdays, and we'll be open till. We just have to have everybody out of here by 10 p.m. 宵禁期间，为暗时10点到过灯工的透早5点，禁止所有毋是必要的工作活动甲聚会，结果会影响到94%的加州居民生活。美国的厝边加拿大因为境内感染人数向增加，互人上济、疫情上严重的安大略省宣布上大的城市多伦多甲郊区地区为23开始封城4礼拜。当局指出，民众防疫是无精神，到年底进前一天增加的病人有可能为无到5000人增加到超过2万人，互医疗体系出现问题。另外一个美国厝边墨西哥因为无强制措施来防疫，真侪城市无宵禁、无强制挂嘴暗，互疫情拖真紧，当前的病人增加，到20为止，感染人数已经超过700万人。Hoy en México tenemos 100,000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la vida por el COVID-19. Esta es una cantidad, desde luego, inusual. 东北国家日本20疫情的一天，死亡人数是14个人，新增加的感染人数是达到2425个人，连续3天创下新冠的纪录。单盘是增加386个人确诊，嘛是连续4天增加患者超过300个人。国际新闻电视同编译。转来看国内消息，新冠疫苗研发各国一直传出好消息，包括国内国共生机昨也向卫福部提出第2期临床试验的申请。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昨暝阁公布另外一则好消息，讲台湾已经甲未少疫苗厂商签约，敢若剩定金也未落命尔。我们有一些疫苗已经签约了。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公布，台湾已经甲未少疫苗厂商签约，最近要付定金。陈时中讲，这个约要签真侪摆，时间也久真长，包括前置的谈判、保密协定等。那到现在，我们要把定金付了才算是好。台湾怎样嘛？好，这物件的定金落了，大家最后就sign就定案嘛。付定金的阶段，准备要付定金了。除了台湾家己去讲，也有透过 COVAX 买疫苗。虽然陈时中无透露目前有偌济疫苗的数量，不过对摕到疫苗有信心。什么时阵演讲会？陈时中表示，这是上困难的一点。国内医师李秉兴指出，要看倒一个来源用较紧量产。哪一个会先获得的话，就不是很确定，因为里面有很多未知数啊。反正我们就是分散风险，我们就是 COVAX， 还有那个我们直接跟药厂预定疫苗，还有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3种疫苗。另外，国内国共生机有新的进展，第1期试验进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正式向政府提出第2阶段试验申请，目标明年中提供台湾防疫紧急需求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家己出名的食品厂福记轩，有一款饼的标装顶面写无掺防腐剂、人工色素、甲香料等等的化学物。不过，随后发现讲，产品的内容无照实标示，卫生局依法罚业者4万，业者也已经甲产品回收，重新包装。家己真有名的食品厂福记轩，平日到休困日，店内底甲路口的摊拢有真侪人客排队等要买两卷。但是即马所传出，伊甲有机商店理人合作的饼，涉嫌标示不实，去互检举。它的产品外包装写了不含乳化剂，可是它的成分里面却是有乳化剂的一个添加成分。高雄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函请福记轩甲理人总部所在地嘉义市甲台北市卫生局处理。业者是出面驳回，产品确实是无加磷化剂，是产品成分当中的镉粉是复方原料，有微量的磷化剂。它产品本身的原料中的原料，这里面有含有乳化剂，是，可是它是微量的，是合法的，对，是政府允可的，对，所以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安全。虽然业者表示不是挑故意加添，不过也是有标示不实的问题，去予嘉义市卫生局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处罚4万。它使用的这个原料有算是间接的这个添加剂，所以就是有涉及到这个不实，就依这样子来把它裁罚。业者登记了已经把产品回收进行包装修改，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袂过重复处罚，不过后续若是佫发生成分标示不实的状况，会依法来加重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前行政院发言人讲唔对话，牵连着皇家传承这间牛肉面店，但是即马这间店所防指控讲加工厂无照法登记，店头家今仔日嘛出面，展示营业甲工厂的登记，强调一切照规定行。一个看到媒体来访问皇家传承牛肉面的人，遂提出冷冻包的包装纸箱，强调顶面就工厂地址，毋是地下工厂。因为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的莱克多巴胺牛肉事件风波，包含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人连续到皇家传承食牛肉面，就是意外被逼出工厂无登记，疑似地下工厂。除了公司登记，我们也有在食品业者登录平台上登录我们的生产工厂。因为当时我们的厨房正在作业，那因为地板湿滑，那我们的同仁有跟他说，就是希望就是能够穿着这个比较安全的服装，然后也避免污染食材。店头澄清，经发局20来就是检查，因为无穿着专套的卫生服，无方便可以入去检查，毋是拒绝检查。对着疑似防查指标，店头会感觉真无奈。这个不好说，只能说在这个事情的浪头上，我们希望事情赶快落幕，因为美食是不分颜色、没有国界的。视乎接到民众的检举，一切会按照我们法定的规定去处理，一切我想经发局都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经发局表示，进前有记录检举，所以20发动稽查，判定是毋是无登记的工厂。23会搁再发文联络，并且甲相关单位进行联合稽查。记者综合报道。秋天拄好是旅游的季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文化部甲蒙古种族委员会合作，伫中台湾举办活动，互无法度出国旅游的国人嘛会当体验骑马的感觉，同时佫会当进行无共的文化体验。讲到面顶，小朋友体验骑马的趣味。他刚骑开不开心？开心。你骑在马背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左脚左右一直摇。这对台湾的小朋友来讲，骑马的体验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亲身感受到马脚接向面顶的民族，因看物件的角度。除了这个以外，蒙古文化内底的马头琴表演，还有蒙古歌唱艺术、呼麦。演唱者连续的低音、以闹的声音共振，唱出变化的声音，被列作世界文化遗产，嘛，让现场的观众感觉真特别。呼麦又是另外一个，它的业绩就是它的喉咙、它的身体，它因为喉咙的转音的变化，然后产生一个高低音差，所以这是世界文化遗产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台中文化资产园区所举办的文化城游牧趣味，嘛起了一个民国包，同时展出了传统的衫、甲器具，还佫有装饰品。同时，还佫民众戏剧表演的红仔面，充分展现了游牧民族文化阳光甲丰富的色彩。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但是透过活动，和中台湾的民众进行了一场文化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校的便所有的灯光较暗，致使有的学生囡仔唔敢去上便所。即马新竹市就专工找设计师改善这寡状况。
甲便所设计甲真有定式，毋若通风通光，佮解决排水的问题。优惠灯光加上各个木造地板，放眼看过别墅来到温泉旅馆，你可能想袂到，这竟然是一间小小的便所，毋但开放通风，而且解决排水问题。有学生讲，即马下课较袂排斥走便所。以前我就白白的，没什么，就跟外面的厕所差不多啊，没有太多的改变。啊，对，还有晚上的时候超级恐怖的。为什么很恐怖？会有鬼出现，感觉会有鬼出现。那现在的厕所呢？你觉得长相？现在的厕所有变比较干净，对。然后呢，小便斗也有变得比较大，马桶也变得不一样。觉得比以前的厕所更干净，然后卫生条件又很好，然后再加上一些布置，就变得更舒适。除了这款看起来真温暖的，其他学校的便所，也有亲像这款顶悬吊一只船啊，佮加上蓝色壁面的设计，规间便所充满海洋色彩。厕所它是一个可以说很重要，但是又常常会被人家忽略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提供学校老师、师生跟每一个同仁这样。给他们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如厕的环境，这样。师生在使用上当然是觉得是说，我们的老旧厕所经过更新之后，哇，学校的厕所变得好文青，然后学校厕所会让孩子不再那么的一个惧怕，哈，尤其对于国小的幼童来讲，对于学校的厕所会更加的喜爱跟喜欢。相对的，他们也对于学校的环境维护跟环境的清洁，也对更加的一个重视。新德市是为2015年开始进行老旧便所的改善计划。过去5档，总共投入去1亿2000万，改善33间学校，299间便所，而且每间便所拢有无同的设计，希望更较清气的便所环境，也对因的学习有帮助。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再去看世界，过去大部分的新药啊、疫苗、保养品等等，拢要靠动物实验来检查看敢有安全。即马伫法国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研发用回收废弃的人皮代替动物实验，引起相关产业的注目。生物科技公司 Genoskin 伫咧图鲁斯的实验室，即工早起对附近的病院摕到一位做8度进行手术44岁患者挂来买地的皮肤。Genoskin 研发出一套技术，会让甲人的皮肤的寿命延长到1礼拜。和生物制药加美妆保养产业做安全性实验。Réagit comme une peau normale parce que c'est de la peau humaine vivante. On n'a qu'un petit morceau de peau, mais ce morceau de peau contient déjà une masse phénoménale de types de cellules. On peut regarder le système immunitaire, la cicatrisation, la façon dont la peau modifie un médicament. 一般一个标准的动物实验的流程，才会做几落年，上最会牺牲12000只的动物。自90年代，科学界伫咧动物实验就推行3R 原则，代替减量甲有乐化，改用其他方法减少使用动物的数量，改良技术减少动物受到的痛苦。Si on reprend la liste des prix Nobel de médecine et de physiologie depuis le début du siècle, l'immense majorité des prix Nobel en fait sont reliés à l'utilisation de modèles animaux. Le challenge, c'est d'arriver justement à concilier la recherche avec le respect de l'animal. 巴兰萨德讲，Genoskin 用人的皮肤做实验方法真好，不过也是有伊的限制性。L'étude du mélanome, qui est une maladie qui est très complexe, qui fait appel à une défaillance du système immunitaire, qui fait appel va par exemple métastaser dans le foie ou dans d'autres organes. Bien entendu, à ce moment-là, le modèle de peau ne suffira pas. 研究人员讲，伫即马临床研究加动物学，也是数量真侪动物做测试。不过伫 Genoskin 甲其他的生化科技公司、新科技的协助下，希望会让大幅度降低实验用动物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东北讲减少各地是侪云到好天，只是西半部的高温会到30度。不过到暗时，东北风搁再增强，东北部甲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低阵雨，气温嘛会下降。咱来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1度到30度。
中部地区是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9度到2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